日嘅主題就係一個字大。咁今日帶大家睇一個咧，就中山市中心嘅超豪宅單位啦。咁總尺數係2780尺嘅，咁可見到成個客廳嘅層高係超過3.15米嘅層高設計。咁成個開間嘅我哋可以感受到佢係超過9米嘅開間嘅。除咗戶型靚之外啦，成個屋苑規劃都係超好㗎。咁我哋可以睇翻學成個屋苑約60萬方嘅低密度誠心別墅加洋房去組合相結合嘅。咁我哋現樓社區所見即所得，超低嘅1.6嘅容積率，我哋營造出嚟咧就係超闊嘅樓間距同埋超好嘅視野、採光同埋通風，簡直就係一流啦！咁靚嘅屋苑梗係配翻個大園林啦，咁成個屋苑綠化率超過45%，相當於我哋行緊公園一樣，配咗大型嘅泳池同埋網球場嘅，仲有唔同嘅主題架空層配套，咁好嘅屋苑配套亦都係相當好噶，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而家目前全中山最大嘅2大商圈 Coco City 同埋富華城。咁 Coco City 咧係有直通巴士直返香港嘅，咁隔離嘅學校啦，除咗搭車，自己開車過嚟亦都好方便。喺深圳灣關口過嚟嘅話，唔使1個鐘就可以嚟到啦。咁呢度除咗2700尺嘅豪宅單位之外啦，仲有一個小面積嘅單位，亦都可以滿足到你唔同嘅選擇㗎。嗱，講真句啦，我做咗10幾年地產，話好少見到咁全面嘅屋苑㗎。咁喺呢度講真句，可能就係真正你想要嘅居住嘅生活環境啦，唔使想像㗎，你可以親自過嚟感受一下。記得關注我啊，帶你睇更多嘅好嘢。